各位兄弟姊妹平安！今仔日是主的圣日，咱今仔日搁借着这个电脑来举行这个崇拜会，希望恁伫无同的所在，甲咱做一个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主。咱求上帝甲咱同在。圣灵也借着伊的话语来安慰咱、帮助咱，加提咱的信心，来互咱心中有主的平安带伫咱的内面。特别伫现在这个时代、这个点钟，有真侪人身体受到真大的痛苦，心灵受到真大的创伤，真侪人的信心低落。咱需要用神的话来彼此鼓励，来三合额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虽然现在这个世代伫这个动乱不安，真侪的病症仍然伫世界每一个角落，人的身体、心灵拢拄着真大的试炼，心内无平安。失去了信心，求上帝你特别怜悯，伫这个时代，伫这个点钟，用你大能的手，用你圣灵的能力来叫醒，在伫黑暗当中的人，伫信心软弱的人，来加添因的信心。你的话语伫人的心中做安慰的工作。求你甲阮同在，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我心所望，别无根基，唯有救主流血公义。除此以外，虚空无凭。我独靠主耶稣生命，你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撒土，其余根基全是撒土。有时海云折磨我面，耶稣恩典永不改变。大风巨浪我亦不怕，因往如马海的抛锚。你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撒土，其余根基全是撒土。主曾流血历次心愿，应许救我扶助软弱，两旁密友谁都远离，我靠救主安慰到底。你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撒土，其余根基全是撒土。我日听见号筒声音，与主相遇，永远相亲。穿上救主血牌衣袍，无瑕无疵，同受荣耀。你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撒土，其余根基全是撒土。各位兄弟姊妹，今仔早起咱要讲的题目是根基若毁坏，义人也会做什么呢？根基若毁坏了，义人也阁有法通做什么呢？伊圣经节呢，就是伫诗篇第11篇第1节到第7节啊，但是最重要，咱要讲的是第3节
伫这个所在，我要读这篇，要将圣经读这篇诗篇第11篇，诗篇第11篇第1节到第7节。大卫是安尼讲：我是投靠耶和华。恁怎样对我讲？恁着亲像鸟飞往你的山去。看哦，恶人冤经，将箭搭伫弦顶，要伫暗中射怀心内正直的人。第3节，军机若毁坏了，义人也阁会做啥物呢？耶和华伫伊的殿圣殿内，耶和华的宝座伫天顶，伊会慧眼察看世人。第5节，耶和华试验义人，唯有恶人甲喜爱强暴的人，伊心内昏暗。伊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烈风，做因杯中的粉。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伊喜爱公义，正直人的确得见伊的面。圣经就读到这。伫几年前啊，我徛的所在附近啊，有一块大楼啊，一栋大楼10几层，忽然间倒落来。我伫倒落来以前啊，就一块楼就直摇，对轻微直愈来愈严重，真侪人给逃走出去了。无偌久，这块大楼就这样倒去对面啊，规块倒去甲你塌咧对面的迄块大楼咧。过无偌久啦，这块楼就甲你拢总间拆起来，这样无去咯。咱正常看见地震了后啊，有真侪厝啊倒。甲来怎会倒呢？就是因为军机出了问题。军机若无稳啊，规块厝就危险。徛伫内面的人拄着生命的危险。内面的财物啊，会真係丧失去。所以这个军机啊，若无稳啊，对一个大厦是无安全的。徛伫内面的人有生命的危险。但是讲到这个军机的时阵，伫圣经内面讲到军机啊，就是讲到做咱生命、做人的这个军机应该立伫倒了。咱才有法通伫这个世间当中啊，才有这个安稳、平安的来过咱一生啊。唔但对咱家己好，对别人也是好。人的根基若立得稳啊，整个社会才有前途，整个社会才有平安，才有安稳，才有安全。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圣经啊，是讲到大卫的诗啊。这篇也应叫做大卫信心的诗，信心的诗篇。你写这篇诗篇有一个背景啊。这个背景是记载在旧约的这个撒母耳第18章内面所讲的代志。这个背景是讲到什么呢？就是有一摆啊，这个以色列人甲非利士人伫咧战争，两个各败阵。非利士人
以色列人拜阵，真久伫遐无拍，因为伫遐咧骂来骂去，叫做骂战啊，骂战啊，就骂过去，因骂过来，侮辱过来，侮辱过去。那么这个大卫的几个阿兄也是派去战场咧，咧拍战。因老爸咧担心，伊遮囡仔吼伫遐战场咧，毋知情形怎样，就带一家食米哦，带一家面去慰问伊。等伊行到战场诶，迄个所在看去这个非利士人诶，这个巨人啊，就是真大个、真强、真了诶，这个战士啊，啊，差不多有8尺啊，7、8尺宽诶，这个巨人啊，伫遐伫咧骂战，咧侮辱上帝，侮辱因诶国家。所以这个大卫啊，真生气，是干那咱无要叫因拍啊？啊，就即款诶人哦，我顶摆伫咧过洋诶时阵哦，连屎还是咸吼，我顶有法通甲因拍死啊！即个人算什么啊？等伊诶话，有人甲因传去到即个扫罗王头一个皇帝，头一个王诶虚空中，就叫伊来，你敢有法来拍赢迄个？落尾哦，咱就知影即个故事咯。啊，大卫用一个石啊，将即个巨人啊，歌利亚，甲你拍死。迄石头甲伊攻咧，即个头遐咧，伊就倒落去。落尾就将即个歌利亚害死，并且佮带领军队拍赢即场诶战争。当即个我倒去。凯旋倒去了后啊，真侪人欢迎啊！哦，伊讲扫罗王太死脆脆，大卫太死慢慢。啊，这个王我听了后，心内真袂爽啊！说将迄个脆脆归互我，将慢慢人，这个大卫拍死慢慢人归互大卫。那么我是算什么啊？啊，剩一个王位无互伊坐那人。所以，伊心内真袂爽，真无欢喜，伊就真怨妒这个大卫，并且以大卫哦，要诚做伊做得大的危险，做得大的敌人啊。所以就想办法啊，要可以请水鞋啊，咱逐摆讲在给他穿小鞋，互伊请水鞋就是要互伊麻烦啊，想要害，想要叫伊害死。那么大卫伫即款的情形下面吼，真大的压力内面，生命真大的危机当中啊，伊就写了这篇诗啊，来形容啊，伊当时的心情怎样，伊的心态是怎样，伫危险当中啊，伊的信心是怎样啊？那么伫大卫啊，当时的危机哦，至少有3个危机啊。危机 crisis 有危险，咱来读一个圣经哈，第2章到第11章第2节哈，到刷落去在经文哈。第2节按讲，伊说看哦，恶人冤经就是拖迄个经啊，哈，这个箭甲经哈，伊说要将箭搭伫迄个线咧，迄个弦咧顶面啊，要伫暗中射怀心内正直的人，意思就是王哦伫暗中哦设计啊，要将这个大卫啊，要甲伊害死啊！那么圣经就安尼讲啊，第18章的17节吼，就扫罗心内讲，伊讲我无要亲手要害伊害大卫，伊要借着非利士人的手来将大卫害死。圣经是安尼讲。那么头一个是啥物呢？本来上安那将这个歌利亚害死哦，要将伊的查某仔嫁互伊。本来要将四大查某仔要嫁互伊，但是
这个无照行，就将伊个大查某去倒去嫁托别人，可能这个是做大话心内也是无真欢喜无照安尼行无照伊个话去行。那么第二个查某去爱着大话这个王也是借着这个机会要将大话家己掠来做网罗要想办法要借着要假查某要甲伊害死。所以圣经怎样讲呢？圣经安尼讲，第21节这个撒母耳记上18章21节安尼讲说，我要将我的查某囝来寄托伊，做伊的网罗。什么叫做网罗网罗就是咧掠动物，还是咧掠鸟的时阵，用一张网，还是这个 trap 你将这个野兽，还是将这鸟甲你掠来，这个网罗就要害。伊说好借着非利士人的手来害伊，来害大卫。哎呀，这个王专心要害，伊将查某寄托，也是专心要借着这个查某要甲你网罗，要甲你掠咧，想要害伊并且假心假意的叫伊的部下去讲大话讲。伊说王真欢喜你，真疼你阮逐个人在王的部下一个人逐个人真喜爱你，所以你得来做阮王的家婿将伊掠来家婿佮算落去，这个规家要害。扫罗讲伊说恁着讲大话安尼讲。伊说王毋敌你的聘礼，当时也是有聘礼，甲中国人相同要带这个太太来就有聘礼伊说只要用100个什么非利士人的羊皮，即搭讲的羊皮毋是用的羊的皮，是男性的生殖器官的迄个包皮，将迄个敌人拍死了，将伊的包皮甲你刮起来无法通规个人抱倒来，伊是将迄个皮刮来，就是当做聘礼来交托这个扫罗王伊的目的是干哪是？就是要限制伊这个非利士人咧拍战的时，最后讨伊盼望这个大卫王会讨在非利士人拍死伊的目的是安尼但是大卫王真厉害也袂做王咧也袂做王。伊大卫毋但拍死100个200个街头迄个数目那么就交托这个扫罗王扫罗王的心内真无欢喜我本来想要害死。但是这个王这个大卫遮厉害还佫另外一个危机是啥物当大卫处伫这款的恶劣的环境这个大卫这个王要害死伊的这款的环境下面伊的朋友就来甲伊讲知影这项代志，伊的朋友就甲伊讲伊说你毋能够住咧咯，你得走伊就用一句话，第2节讲说，你着亲像鸟爬往你的山，你就亲像一只鸟只来爬去你的山。本来这鸟只是爬来这个圣殿的来做守做这个筑巢伫圣殿内面。现在伊讲这个俗语伊说，你着亲像一只鸟爬去你的山，毋能够踮伫圣殿内面毋能够亲近上帝咯，离开上帝，离开主咯，离开这个王咯，毋能够住伫遮。既然你伫这个以色列的有真大的贡献反倒当土人要谋害你上帝对待你安尼不离开咯
咱真侪基督徒，甲即款情形相同啊！伫代志平安顺利的时阵，感谢上帝，主赐我平安，赐福互我，感恩。但是拄着一件问题的时阵，就离开主了，离开上帝，离开教会了。人就是有即款的软弱，但是大卫是毋是有即款的心呢？无，大卫，咱看伊的信心是啥物啊？第11章第1节，伊讲：我是投靠耶和华的，说我是投靠耶和华的。虽然我拄着即款的问题，即款的试炼，即款的苦难，即款生命的危险啊，我还在要投靠倚靠耶和华上帝。第4节佫讲，耶和华伫伊的圣殿内啊，耶和华的宝座伫天顶啊，伊的慧眼，伊的目睭啊，是察看世间人。伊讲上帝目睭啊，伫咧察看，伫咧检查，详细伫咧看世间人所讲所做的行为啊。伫这个所在呢，咱有法通看出什么呢？大卫的信心啊！这个圣殿啊，是代表上帝的同在啊。上帝这个宝座伫天顶，上帝还在坐伫宝座顶。当大水来的时阵，当患难临到的时阵，上帝仍然坐稳伫伊天顶的宝座顶，意思上帝仍然掌管伫宇宙的内面，掌管世间一切代志。伊永远是最王，咱佫惊什么呢？咱毋免惊。这亲像保罗伫罗马书第8章31节安尼讲啊，说既然是安尼啊，也有啥物通讲的呢？神若是帮助咱的，谁会有法通抵挡咱呢？既然上帝是帮助咱，也佫有谁什么人有法通抵挡咱啊？抵抗咱啊？要 against us？ 无，因为上帝是最权的权势，最权的权力天下万人仍然伫上帝的手中，历史一切世间的代志仍然控制伫上帝的手中。虽然洪水临到，上帝仍然做王，坐伫伊的宝座顶面。所以大卫的信心，交新约的保罗的信心是相同的。所以兄弟姊妹，咱也着需要有一款的信心。咱过来温习这个保罗伫罗马书8章31节安尼讲，伊说：神若帮助咱，谁有法通抵挡咱呢？谁有法通抵挡咱呢？过一摆，若是神帮助咱，有谁法通抵挡咱呢？有法通抵抗咱呢？有法通陷害咱呢？咱毋免惊，咱毋免惊。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信心的坚固伫神的内面吼。这就是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根基啊！这根基就是信心的根基啊！大卫大卫王对伊的心灵的深处啊，呼发出来，伊知影这个根基的重要性，所以伊对伊的心灵呼叫出来，讲：伊说根基若毁坏了，义人也佫有法通做什么代志呢？对神
信心的根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兄弟姊妹，大卫伫危险甲灾难当中啊，伊仍然无选择离开上帝，仍然掠条上帝的应允，仍然踮伫上帝的内面啊，因为伊知影凡事拢有上帝的旨意，有上帝的美意当中，凡事拢互相效力啊！因为上帝目睭察看世间人一切的代志啊，伊知影谁是好人，谁是歹人。上帝知影伊这个人的动机是啥物，迄个人的动机是啥物。谁是公义，谁是听主、听上帝的人。上帝的目睭察看世间人。咱是毋是问咱家己？咱的信心的根基，现在是稳固呢，或者是伫咧摇动呢？说落去，咱要过来讲，这个军队啊，这个世界啊，有两款的根基，在面临拄到这个毁坏的情形，这个根基啊。这两个根基啊，现在是摇摇欲坠，伫咧摇动啊，哈人要倒落去一款啊。这两个根基是啥物呢？有啥物重要呢？头一个根基啊，就是信仰的根基。现在这个时代，信仰的根基啊，伫咧摇动。第二项就是现代的社会，这个道德的根基啊。伫咧摆动，无稳当。这两款的根基啊，信仰的根基特别是圣经信仰的这个根基啊，甲道德的根基，这两下摇动，这个世界就发生真大的危险，真大的危机啊！对咱的这个社会，对咱本人啊，实在有真大真大的影响。所以啊，各位兄弟姊妹，咱也是注意到现在这个世代所发生的这个代志啊，无论伫信仰是道德顶面，咱看这个世界拢是伫遐伫咧大震动啊，亲像地震一样伫咧摇动啊。难怪咧有一个圣经的学者伫咧叹息，心内伫咧叹息讲啊，讲啥物呢？我将下面的话。讲出来，伊讲咱现今啊，是生活伫圣经信仰甲敬虔生活的结构内面啊，受到了咱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啊系统的攻击圣经的信仰，甲咱敬虔的生活，就是道德方面的生活受到有系统性的伫咧攻击啊，并且呢，生活伫各领域内面的摧毁啊，伫各方面啊，伫咧摧毁咱这个社会。伫信仰方面，伊讲啊，一些自由派的神学啊 ，liberalism theology， 伊讲是不断的伫咧发展这个无神论主义，甲的这个各种的异端邪说啊，都是咧抛弃要放杀圣经的真理啊。伊讲整个政府甲整个的社会伫系统性的顶面来摧毁一切的真理，甲上帝所立落来。所设立的制度的根基啊，拢伫咧摧毁、伫咧破坏上帝的这制度。什么制度呢？譬如婚姻的制度，现在世界破坏真厉害一个国家的制度、政府的制度，有真侪制度，拢被破坏了。伊讲，伊说因已经
被理性用理性甲这个相对论主义来取代了，就来代替了。所以因一切对一切美好真水的代志产生仇恨对真实的代志甲你歪曲一件真实的代志，甚至伫这个有一家种的festival， 也是在节日圣诞节或者有一家 carnival festival 像这个巴西种的嘉年欢会嘉年欢会逐年一年一摆的欢会，每一摆伫这款的嘉年华会当中结束了后有真侪少女拢怀孕甚至堕胎了，产生了社会顶面真侪的问题现在的社会人藐视上帝，抛弃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及追求因为无法通满足的欲望，你将上帝福音甲你放杀了，甲你忘记了。所以兄弟姊妹，这就是现代的根基。现在伫咧摇动，甚至濒临伫毁坏当中。这两个根基是咧支撑是咧support 支撑着这个社会的稳定甲安全换当这两款的根基若完全破坏了，咱就生活伫危险的当中，才亲像一块大厦，你个根基被破坏了，咱规块大厦就会倒落来，人徛伫内面就会死去了，非常的危险。伫上帝颁布10条诫命给以色列百姓的时阵头4条是讲到人对上帝的关系甲责任。第5条到第10条就是人对人的关系就是道德方面的根基头4条呢，就是信仰的根基；后6条呢，就是讲到人甲人道德的根基信仰的根基若毁坏了，变了质了，就会影响到道德的标准。道德的标准若是毁坏了，社会就动荡不安了社会就无稳定了，无安全了，无平静了。人的心无服从权柄，无服从人的权柄，无服从上帝所立落来的制度、夫妻的关系、人交政府的关系、人交人的关系、人交父母兄弟姊妹的关系，各款的制度若受到破坏这道德的根基就歹去了，人的社会就危险了。所以兄弟姊妹，咱实在是需要着大大的祈祷现在这个信仰的根基愈来愈无好，愈来愈稳定。咱就看到真侪会异端邪说最近我有买到一本厚厚的册内面讲现在世界的种的异端邪教伫咧影响整个世界。就以现在的这个新派来讲就是自由派神学liberalism 是伫19世纪到20世纪迄个大概迄个时节的产物。因信仰是啥物看起来较咱是基督教，但是内面讲出来已经离开道理了，离开了正统的信仰了。因的教义到底是啥物
因无接受头前，因无接受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伊无相信圣经完全是神的话，因也无接受圣经是绝对的权威，是无误的、无错误的。因无相信圣经当中一切的神力奇事，伊无相信摩西过红海的奇事，无相信上帝借着摩西伫这个旷野内面所一切的神力奇事，无相信耶稣的神力奇事，无相信摩西伫咧过红海的这代志，无相信耶稣的这个五块饼两尾鱼的这个神力，无相信耶稣是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所出世的，无相信耶稣伊是对死来个活起来，无相信天堂的代志，因为这个以什么为标准呢？伊是以理性，反而是甲这个理性叫科学相反的，都唔通相信，都无要相信。所以这项是真危险的，伊等于就是拒绝上帝、拒绝神的话语了。但是因佮支持、佮接纳什么呢？因接受这个同性恋的代志，因也接纳这个婚外情的代志，因也接受到这个未婚性关系的代志，因也接受这个堕胎的代志，伊无相信三位一体的代志，因无相信这救恩是个人的代志，伊无相信这个神将来公义的对人类公义的审判，这些拢无相信那么因也相信上帝伫每一项物件被造之物的内面。那么说，既然神伫各项物件的内面，所以人无需要去相信神咯，无需要相信神啊。所以这是真歹。这个信仰已经摇动了，所以圣经伫提摩太前书第4章1节来警告保罗警告，伊说圣灵按明明的讲，是伫后来的时节、后来的世代，的确有人为了离弃正道离开正道伊等于是离道叛教的代志，去听从什么怀引诱人的邪灵甲魔鬼的道理所以现在真侪人去信仰怀魔鬼的道理，怀正统的圣经的真理因无接受，因接受怀引诱人的邪灵叫魔鬼的道理，非常的可怕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唔单安尼信仰的这个根基已经大大的摇动了。信仰摇动，道德也受到牵连因为牵连到人的道德关系。所以现在道德的根基也是渐渐伫咧毁坏了。咱昨晚有讲到喺巴西的 Carnival Festival 人的乱性的代志纵欲这个性的自由的问题非常离婚的人愈来愈多了。过来就是现在人的诚信诚信，什么叫做诚甲信呢？诚就是诚实，信就是有信实信用就是这个信实的意思就是你的话是可信的，讲出来就着照迄个诺言所应允的去做，叫做诚信所以咱看现在人咧做生意真常是以欺骗甲造假这项代志
用欺骗的手段，将别人的钱骗到你家己的手中，将一件物件甲你造假的货物，假造的手续，假造的证书、婚姻证书，假造的毕业证书，来换取人的信任。现在自由性性自由这项，也是非常凄惨的代志。咱看到有的所在是集体的性爱，真侪人丧时伫遐咧性爱，甚至交换家己的太太，非常的惨。这个同性恋的代志，看伫街路，男交男，女交女伫街路边伫咧杀亲非常的可怕。那么即阵因伫什么情形下面呢？所以兄弟姊妹咱知影，咱即阵的军机世间的军机会伫咧摇动。咱是活伫即个军机摇动的时节无偌久这军机就愈来愈严重，一直到倒塌。咱的社会就会落伫到亲像挪亚迄个时代。耶稣讲即现在末世的光景是啥物伫马太福音24章第37节讲伊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就是耶稣本身降临，就是第二次世界末了。这个世代世界也是怎样？伊说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是照常会食啉嫁娶，直到挪亚进入方舟的日子那么迄个时挪亚的日子是人会度得怎样圣经伫创世纪6章第5节安尼讲。耶和华看见人伫地顶的罪恶真大，哎呀，即搭讲到真大，是无法通形容搁较偌大啦。说规日所思想的真多是恶，拢总是歹的。人的思想、人的行为，真多是歹的，非常的可怜兄弟姊妹，有一日，上帝借着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要来审判这个世界。那么，兄弟姊妹，咱拢知影现在的世代是啥物？活伫咱身边的这个环境是啥物？咱这个社会是啥物？咱有可能看出。罪恶是愈来愈多，灾难也是愈来愈多，信仰的根基愈来愈惨，跩异端邪说愈来愈多，人的信仰无行正道，都行去歪道，离道叛教的代志愈来愈多。而且人的听心愈来愈少了，人的道德愈来愈低了，愈来愈少年了，犯罪代志愈来愈少年了。顶摆是大人甲枪拍死人，即阵10几岁就会甲枪拍死人。今仔顶摆犯这个奸淫的代志，现在10几岁犯奸淫的代志。愈来犯罪的年纪愈来愈少，愈来愈低求上帝怜悯咱，咱要亲像大话问出即款的问题。什么问题？诗篇11章第3节安尼讲：若是根基毁坏了，咱跩义人有法通做什么呢？盼望这个问题
问咱家己，咱信徒神的行里，伫这个末世世代根基败坏的日子内面啊，咱要有法人为上帝做出什么呢？咱有法人伫主的工作顶面来贡献出什么呢？愿主圣灵感动人，并且我人伫这个危险多灾多难的世代当中，为主来做发光、做盐，来荣耀上帝的名，三合祈祷。亲爱的主啊，求你借着今仔日圣经的话语，搁再一摆激励阮的心。互阮知影，阮现在是活伫这个根基动摇、濒临毁坏的情形下面，伫这个信仰顶面，伫对圣经真理的信心顶面，甲伫道德顶面的根基，愈来愈行到毁坏的地步。求上帝你怜悯，来振奋阮的心，感动阮的心，伫这个末世来为主发光做盐，来荣耀上帝你的圣名。我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